今天利用早上的时间呢，给各位大家来介绍这一章。这是古时候专门弘扬净土法门的高僧大德，他讲了这个内容很重要。那一天我有跟我们大觉法师呢报告完了之后，结果你看佛光普照，我们老法师啊100岁往生了，想不到被佛光来接引。我就是在他的灵前讲这一段内容，古德就告诉我们，你要信罪虽12五逆了，你要绝对相信，你罪啊很重，就像12五逆大罪这样子一个对象。12罪就身口意嘛，都做错了，都犯戒了。五逆你们都要了解，杀父亲、杀母亲、出佛身血、杀阿罗汉，甚至破和合僧团，这些罪啊奇重无比啊，太重了。那么你一定要相信，虽然对方曾经犯过这样过失，但是易得往生，仍然可以往生。为什么？有佛的慈悲，虽然他罪很重，但是他的佛性呢依然是存在的，他的本性跟佛是一样的，但是因为受到这一种污染，内心当中贪嗔痴啊在那边翻搅啊，所以呢造下很多的罪业。但是这种人佛也没有放弃，他照样可以往生。所以我们要相信，虽然他是这么严重的一个对象，佛都不放弃他嘞。所以如果这种情况呢，我们不犯小罪，那么你看觉空老法师，他可以讲说中规中矩啊，老老实实啊，做人也很坦白实在，他都不犯小罪，那么罪人可以往生，何况是善人呢？这一点是我们必定要绝对相信，我们不至于说去犯了五逆12大罪了。这种五逆罪我们不敢去犯啊，各位对不对？那一种罪这么深重的人，佛也照样要给他救度，何况在座各位我们都是善的人，人家有贫穷啦，遭遇可怜啦，有不幸的案件，我们都乐意来协助他，关心他。你们都是一个好人，那你想想看，坏人都可以往生呢，何况是一个善人？这个你要相信。这句话就提醒我们呢，你们每一个人都有资格，每一个人都有条件，你们不能放弃你们自己，对不对？重点就在这里。虽然我们有一些小烦恼啊，可能有犯了一些小过失了，但是那种那么大的罪都有机会往生，何况你是小罪呢？所以呢，这个古大德说，信行虽一念10念，尚且不空啊。你要相信，你的修行虽然只有你念一念，什么叫念一念呢？有的人一辈子都没有机会听到佛法，也没有称念到阿弥陀佛的名号，在临命终的时候，突然间人家帮他助念，他一听说，念佛可以往生，念佛不会堕落啊，他满心的欢喜。只有一念，他跟着念一念哦，或者是念10念，你3生、2生、1生一个念头，佛照样不放弃，不空。你所念佛号的这种功德不会消失的，是实实在在的，那个功德是仍然存在的，不是白念的，而是真正跟佛的心是相应的。因为名号代表佛本人呢，所以它就不会空，不会不存在，不是，它仍然是非常非常饱满的，功德是齐全的。所以如果说一念10念多不空，那你应该要无间修。我们一般人就应该不要间断的修行啊，你不能间断啊，你应该要认真的修行啊。一念都可以往生了，何况是多念呢？一念都有资格往生，何况你平常都在念佛，对不对啊？那你们有没有资格啊？有没有条件啊？我们一定可以往生，所以你要有信心。古时候的大德告诉你这句话，就是要让我们大家充满着希望。净土中的本意，佛就是要救度这种罪恶的凡夫众生。你罪很重，但是他永远不舍弃你，这就是净土中的用意在这里。因为很多的佛啊，他看到这个众生的习性太重了，业障太深了，目前来讲他没办法救度你，一定要符合他的要求，他就创造那个因缘，慢慢来接引你。但是我们人呢，那个习气实在太深了，那怎么办？佛说，我阿弥陀佛发愿，就算你罪很重，我照样要救度他，照样给他希望。这个就是不一样的地方。所以古大德看到阿弥陀佛的愿力，看到阿弥陀佛的慈悲，因此他讲这一段的内容来告诉我们，来提醒我们，
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建立信心。你要绝对的相信，人人都有机会，人人都有资格，人人都可以往生，往生了，人人都可以成佛。就告诉你这句话，所以我们很高兴，对不对啊？今天利用这个机会跟各位报告这个内容哈。阿弥陀佛。